台湾即马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，所以也就是讲，这长照的议题嘛，愈来愈受到大家的重视。来看台南市社会局这站呢，是观察到这个专员是差不多30多岁，普遍拢有加较少年。面对这八九成拢是以台语为主的时代，这语言之间定定会出现断层，惊会影响到这评估的准确性。今仔日因是头摆来举办长照的台语训练课程，希望会当提高未来这人员的服务品质。 时代在咧做金马来甲手尾来测验，佮加考一寡数要测验第二记忆能力。这是要申请社会局长照补助甲服务的必要程序。会由照顾管理专员是在基础内评估时代身体状况、参家庭照顾等，综合判断要用什么项目的长照服务。过程中，照专人员用台语咧沟通，不过要像这个少年人讲甲遮断定，实在无几个。时代认为用母语做评估，加甲听有。你又会来拢系拢开讲来的。 服务介好啊！大部分讲的嘛是拢台语，有拄过讲你若是去讲国语的，伊就无爱接受你的评估啊。嘿，所以我们尽量啦，拢是用台语来甲因讲话安尼。社会局讲，因即摆服务的对象八九成拢是讲台语的时代，长照照专就是第一线评估的重要角色。即阵咧做这平均年龄伫30至35，普遍较少年。实务上常常拄着咧讲专业词拢会较顿点，社会局惊影响评估的准确度，为着强化因的台语能力，邀请台语老师来办精灵课程，来提升长照专业的素养，嘛通有竞参时代距离。一般的生活台语，伊是还阁会使，我较专业的，就是要问讲，啊，你即马生活上有啥物困难无？有啥物欠点无？即个忧郁症、躁郁症，啊，阁有你是毋是会梦想？是毋是有幻觉？这个物件其实若讲，这个少年家因着台语比较表达能力较歹。基本台语的听说的能力，不仅能够提升服务的亲切感以及沟通的效率，也是尊重在地文化与长辈的一个权利。社会局头摆办台语训练课程，160个人员分配来受训。社会局讲，这是真好鼓励教专人员开喙讲母语的方式，嘛甲失去的台语词搁捡倒转来讲，伊嘛按算效果袂歹，后续会继续举办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